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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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要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来平安，礼拜将要开始啊！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将咱的手机啊，帮做回航的方式，是用咱的静音感谢上帝。等下咱就开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永光教会所有兄弟姊妹都等来到伫圣殿，咱要来敬拜咱的天父上帝。阿门。阿门。为什么伊是咱的天父上帝呢？因为伊创造咱的生命，咱今仔日会当喘气，会当食，会当看，会当做，佮会当笑，拢是对咱的上帝来。阿门。阿门。所以咱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咱倒转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伊，是理所当然的。阿门。阿门。有什么款的代志，佮比敬拜上帝较理所当然？所以咱倒转来到伫伊面前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阿门。阿门。你甲隔壁的，你甲伊讲，你是有智慧的义人。你是有智慧的义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伫这个所在。当看到咱兄弟姊妹倒转来到伫遮，就参像上帝花园，咱伫遮来欣赏俄勒上帝时，这个花园有香味无？有。阿门。所以咱吟诗唱歌祈祷的时，这个所在就有香味。无需要甲咱问咱，当花园有香味的时，是敢若迄个花园会香哪点，还是迄个香味？会对着风，伊嘛会传出去。
香味会传出去无？会。会。啊是你甲香味落去你的落地啊，阵啊你家己闻就好，别人嘛会当闻到。所以咱伫遮有鹅乐，有祈祷，迄个快乐就参像香味会传出去，会传出去。这就是圣神奇妙的快乐。阿门吗？阿门。这是牧师要邀请咱起立，咱要专心全意将咱家己，要阁有遮个其他世界的遮个世俗的念头，咱独一全将家己的心思意念，咱的目睭、咱的耳孔、咱的嘴，拢要献予咱的上帝。伫箴言伊安尼讲，伊讲义人要得上帝大的恩惠，而且伊阁讲，伊讲咱敬拜伊的人，上帝要赏赐你久长的日子。阿门。这个久长的日子，唔是破病哦，唔是艰苦屈辱哦。上帝伫箴言讲，久长的日子，伊要赏赐你平安，阁有恩惠。阿门吗？哈利路亚！牧师真明白，在座徛伫头前的，咱拢是诚侪。迄个久长要得到平安，阁有恩惠，遮个义人拢徛伫遮，要来敬拜咱的主。咱大声讲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举起咱的双手，咱来欢迎圣神。咱实在是真爱咱的圣神，圣神嘛真爱咱。咱做伙来讲，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爱你，圣神我爱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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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圣神的运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当阮起立，阮开始要敬拜你的时，相信你的声音就入来，你温柔的声音，你丰盛的声音，就对阮讲话，讲阮就是你所听的正经字。查某囝拢伫遮，阮所吟的诗是你所欢喜的，你也要伫阮的内面做医治的工作，互阮伫身躯内面的所有的痛痛，伫这个时拢要得到平安。阮软弱的这个时，拢要得到快乐。哈利路亚！当阮有信心求，阮祈祷的时就得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只是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来，咱要来甲隔壁兄弟姊妹，你来甲伊祝福，用一个宣告，你来甲伊讲，你讲，我看你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哈利路亚，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阿门，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的主互咱通信靠，因为伊是咱一生的挽靠。咱有安尼的信心吗？无？阿门。阿门。咱做伙用这条诗歌来宣告。救赎我无游荡的心情，大海波浪里只剩下就两条我，主给我的心中所有的怀疑，空也
相信，只为你流。我的祈祷，无论有啥物，只要相信，只为你流。咱举起咱的双手来宣告，咱的祈祷无论有啥物，上帝都要来听来应允。哈利路亚。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为你流。大海波浪，我会为你轮；旷野沙漠，我会为你流。无退后，也无惊惊，无摇动，也无放弃，因为真心的应允会改变。困难的心，我有我落落；要你的心，我有我祈祷。行伫水面的信心，光中做咱用这行，我的主的日头前为我真济。行伫水面的信心，光中做咱用这行，我的主的日头前为我真济。哈利路亚！咱将咱的呼声归一切荣光予咱的上帝。阿门。咱有无摇动的信心吗？无？阿门。阿门。感谢主，因为主予咱有安尼的信心，也赏赐咱，予咱有祈祷，通来交主来连接。咱要继续用这条信息来学乐咱的主。我的心只是给我，我心花里相知欢乐，都当就阮你的面前，将心所爱的都给你，我
咱真意爱祈祷，因为当咱祈祷甲主结连的时阵，主的圣神特别甲咱同在。圣神啊，做工伫咱的心中，互咱将咱的性命完全奉献的上帝。当咱完全顺服、完全幸福的时阵，咱也要伫上帝宝座面前来领受更较多的福气。因为伫阳光实在真幸福。阿门。阿门，阿门。献上生命，无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幸福，有你稳定，互我会当好使你，你的竞选，不免怀疑。献上生命，无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幸福，有你稳定，互我会当好使你，你的竞选，不免怀疑。我的生命献予你，为你是家阮对你，我你的荣耀，尽我一生团队。我的心永远记你，因为我生命奉献。耶稣我爱你，你落来阮对你。
真正欢喜来跟对耶稣。若是你讲阿门，阿门。咱来到伫遮兄弟姊妹，拢是顺服、降服伫基督内面，上帝的正经人。伫诗歌内面，伊讲，咱属耶稣，伊将伊的意象藏伫咱的内面。阿门嘛。阿门。当牧师拄则伫吟诗伫甲圣神交通的时，牧师看到一个情景，就是耶稣伫咱这中间行过，耶稣行过，我的心非常的感动，要流目屎。耶稣伊看咱的儿女是这么水，耶稣看咱每一个人徛伫遮唱歌儿女上帝，耶稣看到咱每一个人，然后耶稣行到伫一个兄弟的边啊，手搭伫这个兄弟的身上，甲伊讲：我的囝，你的心通得到平安，因为伫世间，我想使你有一位敬虔的老母，当伊来到伫天顶的家，你通安心，你嘛着照伊的脚领，尊耶稣基督做大。你的家，你老母的家，甲你老母的后代，拢要得到你老母敬虔的灵，一直到千代万代。阿门。主耶稣对孝语安尼来讲，上帝已经将这个安慰带到伫你的家庭，所以你的心通得到完全的平安，因为你有一位敬虔的妈妈所奉者。阿门。现在这个时咱要来祈祷。上帝，互咱有这个权柄，互咱有嘴会当讲话，咱的嘴讲话上大的功能，就是要祈祷。咱这时咱要来为着咱伫暑假，咱的青少年要去到伫新竹圣经学院，总共有105位的学员。这是去年咱甲上帝求的，去年有60个。阮甲上帝求讲，主啊，今年咱的青少年的宴会做甲遮尔好。要互搁较济青少年会当拢来认办主的救恩，所以去年咱下一个意向目标，甲上帝求偌济人，100个人，即马有105个人，阿门吗？阿门。咱若有数理有意向，上帝就会为着咱达到迄个目标，所以咱为着青少年来祈祷，这个世代。世界一直咧吞噬青少年的思想、意念、行为，咱这个就是基督的后盾，咱要把因的心、因的灵魂抢救回来，归属耶和华。阿门吗？阿门。咱也为着咱的囡仔，儿童因伫7月份嘛有第2届的宴会，求上帝来帮咱这个老师，互因有智慧。即摆囡仔足歹教，唔知要哪教，甲以前。着会长了迄个时代无共款，迄阵拢做单纯的，即马拢无单纯，唔知要安怎教，所以咱特别为着老师来祈祷，好无？互老师有即摆的现代知识，佮有圣神的气力来带领即摆的囡仔，互囡仔自细汉就明白圣神，我靠耶稣基督。咱为着这2个牧区来祈祷，咱举咱的正手。也起咱的正手来为青少年甲儿童牧区，咱同心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我的中间，听我的祈祷，我将我的心献伫你的面前，主啊，我为着青少年，主啊，你一定是我的牧羊长，我的师长，我的儿女，我的同工的心，每一个拢是主所经常。主啊，你要加添因的气力，互因伫做工的时，主因无论的。主啊，互因做工的时，因是幸福的。互这学员伊来到伫这中间，因的心要拍开，来得到上帝你的智慧。主你是阮的儿童牧区，主啊，互阮的儿童牧区的导师，主啊，因将因的时间献上，你就要来顾念因的身躯、因的体力，手出因教育的智慧。主啊，阮学了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阿乐主，咱也起咱的双手来，咱将咱的生命献给主。我的荣耀是我一切权贵。
做伙来宣告讲：耶稣，我爱你。来，咱做伙讲：耶稣，我爱你，喜乐来跟对你。喜乐来跟对你。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伫遮吟诗而乐的，拢是精兵。咱一个吟诗落去，上帝看咱的年岁，大概拢伫12岁。阿门。12岁，你看，伫你的生命内面，你的细胞、你的思想、你的意念，在恢复上帝创造你迄个上少年、上高水的时阵。阿门，迄就是你。因为伫咱的上帝手内面，伊所做的是无有难食的事，无要变食有要变食做个较好。阿门，阿门。你甲隔壁的你来讲，你12岁哦。你12岁。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个一摆将普阿下俄勒归予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12岁小朋友，请坐，请坐，哈利路亚。咱拢20岁啊，尔吼。好，这时咱要来重读圣经。圣经伫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46篇第1节甲第11节。诗篇第46篇第1节甲第11节。咱齐声来共读，请。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难是患难中即时的帮站。虽然地大变动，山线甲海中，海水也应哗哗吼。山因为海中摇颤，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兄欢喜，就是指管上帝徛起神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火光，上帝就帮赞伊。列邦哗哗吼，列国摇动。上帝出声，地就逍遥。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这场上奇妙的作为。伊站长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伊讲拢真真，就知我是上帝。我踮列邦受尊崇，踮地受尊最大。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做咱最头来。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藏在咱的心内，做咱随时的帮站。这时，咱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无摇动的信心”。无摇动的信心，咱请周牧师。还是亲爱平安，感谢主会当伫遮做伙敬拜来归荣耀，互咱的上帝。这是上帝互咱上介好的机会，也甲咱的上帝接近、亲近的一个时间。这是咱分别做成，我相信咱的主一定欢喜哈。好，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倚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是，这是咱的宣告。我相信咱每一届宣告，咱拢有信心，甲主讲主是，这是你互阮的意向，阮愿意来执行这个意向，来成就伫地，若像伫天一款，你祝福阮的教会，甲阮的每一个家。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真欢喜，咱会早起。透过诗篇做伙来学乐，也透过诗篇来得到更较大的快乐，互咱的信心是无摇动的信心。阿门。
信心要无摇动，这是无容易的一件代志。总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却会当安尼来努力。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吗？阿门。是，伫咱的基督徒生活内面，信心是足重要，因为咱有信无信，这个关系真大。咱有信心甲无信心，毋是讲无对无信甲有信了，就永远拢有信咯，无哦。有时咱因为大环境因为咱有一寡的遭遇，咱伫信甲无信的中间，就安那，亲像迄个钟摆，有当时会走来走去，对无？会当有当时靠信心，但是拄着挑战困境，就安那信心就慢慢无去，总是搁拄着激励的时阵，咱就搁会当倒转来，有一款的信心。我相信这是伫咱基督徒生活内面，咱拢会当来确信，也透过安尼，互咱每一个人伫信心的顶面，咱拢会当真清楚了解。因为咱基督徒在讲的信心，是甲上帝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咱信的毋是信人讲啥物，信我的经验是啥物，信我所了解的学识是啥物，毋是咱在讲的信心是对上帝互咱的，也咱在讲的信心的基础，就是咱对这位上帝信偌济，就会决定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的幸福如何，咱的生活是毋是会当伫任何处境内面，咱拢会当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无？这是一个真关键。因为咱若甲愈了解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密切的，我相信咱伫什么款的处境内面，咱拢会当坦然无惊吓。兄弟姊妹，这是你我信心内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所以咱毋好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岁月愈加添的时阵，咱的信心是愈来愈勇敢、愈来愈大的，对无？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成长的开始的过程。说咱信主愈来愈久，哇，一年过一年，一年过一年，总是咱的信心是安那，是持平的，是拢平平安尼。对咱来讲，这个信仰对咱的帮助是真有限。若是搁跌落去咧，哇，迄是搁较惨哦。所以这是你我每一届咱伫信的内面，咱爱追求互上帝欢喜，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信心有分大细无？有哦，信心有大细。咱看耶稣甲这学生讲恁的信心无够，你是小信的人啊。学生就讲，我的信心不足，求主加添我的信心。所以信心有细，渐渐学习伫生活的累积内面，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届，无论什么款的境遇经历了后，咱的信心是会愈大，就是咱对这位上帝愈了解、愈认捌伊、愈亲近伊、愈倚靠伊。那安尼，咱基督徒的生活，咱就会知影是愈来愈丰盛的。所以信心愈大，快乐就愈大，稳定就愈快。阿门。我讲一届信心愈大，快乐愈强，稳定就愈快。阿门。OK， 咱做伙来讲来，信心愈大，快乐愈强，稳定愈快。阿门。哇，这是咱真做基督徒，咱都所努力来追求的。今日这段经文是诗篇46篇，诗篇46篇会当讲是得胜的诗歌，也是讲是一个信心的诗歌。这是伫台北的时代有专门在写诗的，因特别伫宫殿内面、伫圣殿内面来备办这个诗，来敬拜俄罗上帝。所以透过这个诗会当帮助这个信徒会当更较深深体会上帝将俄罗荣耀归予伊哦。所以这个诗篇46篇写作的背景会当讲是犹大希西家王要安怎会当打败亚述王的一个故事。伫这个故事的过程内面咱就会当看见更较了解原来
这个诗篇46篇所写的，是为什么是一个信心的诗篇？为什么是一个德性的诗篇？拢伫内面会当互咱深深来体会了解。所以咱看这个诗篇46篇，对真侪历史的基督徒也是领袖，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帮助哦。咱的圣诗旧圣诗320首，上帝是咱坚固要塞。会晓唱无？上帝是咱坚固要塞。安那？对，就是这条歌啦搁过来这句实在临时袂记一个这条歌是根据诗篇46篇所写。这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伊将这个词写起来，来鼓励家己，也鼓励伊的朋友。伫这个改革的过程内面，有真侪的受威胁，有性命安全的问题，总是马丁路德常常用这条诗歌来鼓励家己，也鼓励伊的朋友。这是咱会当来深深了解。所以，上帝是咱坚固的要塞，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哇，这就是咱伫这个经文内面，咱会当真清清看、深深看到的哦。所以，咱看诗篇46篇的第一句，是一个会当讲是一个前提啊，也有这个前提，才会当讲后来伊所描写这一切哦。这前提会当，互咱来了解，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溃烂，是咱患难中及时的帮助。哇！伊已经真确认，伊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已经真清楚，这位上帝是任何时阵拢会用伊的手，甲咱围咧，保护咱。无论咱伫什么款的处境内面，咱拢深视，咱伫伊的内面，拢得到平安。甚至伫患难中，伫及时的中间，伊拢伸出伊的正手来压榨、扶持、保护咱。这是一个真重要，因为有这个前提，确信伊所信的，确信咱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然后咱就会当看见。所以伊就讲，所以因为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溃烂，是咱及时的帮助啦。所以就是讲，无论拄着啥物，所以经文内面中文就有4个虽然的虽然这个虽然呢，会当互咱看见，这是大自然真大的一个灾害，敢毋是？地虽然摇动，山虽然摇动到煞到伫海，其中的水哗好，山虽然因为海中来摇动，伊讲咱也无惊，阮也无惊，阿门。哇！你看诗人伊去描写这个大自然，这个真互人惊吓的灾难。哇！这咱伫这个世代，咱就会当知影特别伫台湾，台湾是一个常常地动的一个所在，这几天这几礼拜，佫是下晡时落大雨，有无？哇！这大雨那像咧用啥？用面桶在倒安尼，迄个感觉有无？哇！对咱来讲，敢才落大雨，无是受伞，然后是压淡尔。毋过，若住伫山边的，哇！这拢是真惊吓的，所以咱看有一寡的灾害来发生，这咱会当来体会了解，咱生活伫台湾，事实伫这个大自然会变动，互咱有地动互咱有这个风台，有大水，对咱来讲，拢是一个惊吓的事。总是伊甲咱讲，阮无得惊吓，阮袂惊吓，为什么？因为无惊吓，毋是讲阮家己看了足清楚的啊，阮足会当掌握，阮足了解，阮有法度家己解决，毋是。主要伊去讲的就是前提，就是上帝，因为上帝是我的保护者，是我的支持者，是我的帮助者。所以若是安尼，有即款的深信，对咱基督徒的生活内面，求上帝就帮助咱，会当搁较哪去体会。咱看这段经文，就会当搁对新约内面
保罗伫罗马书第8章内面有真清楚，险在讲一个相共即款的情景哦。伊讲什么人之所以会当抵挡咱，之所以会当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之所以会当定因的罪，之所以会当互咱甲基督会听隔断。哇！一直伫遮有一个发出一个问题，发出一个问题，爱有一个答案。总是这个答案，伊最后伊讲啥？真清楚哦。伊讲唯一的答案就是靠着咱的主，伫这一切的顶面，咱已经得胜有存啊！阿门！哇，兄弟姊妹，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知影，无论什么人，咱生活伫这个世界，伫这个环境内面，咱知影，咱拢有真爱接受真济的挑战。特别咱年岁渐渐较愈来愈年长的时阵，咱会面对着咱的身躯的机能会渐渐会渐渐退化去。这个拢是真事实，伫咱的一生的过程内面，逐个人拢会拄着的。有的较早一点点有的较慢一点点总是拢会经历这个。总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内面，求上帝帮助咱，咱的心是勇敢的。信心是坚定的，咱的意念是归向伫上帝的。阿门。咱是活伫上帝国的内面的人，虽然咱的肉体是伫这个地上，总是咱有信仰会当支持咱面对任何的挑战困境，咱拢知影有上帝帮助咱，上帝应允甲咱同在，咱就无惊吓。咱伫这个事的顶面，咱拢要成做一个得胜的人。阿门。哇，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所以，若是要安尼讲，兄弟姊妹，咱俗语有在讲，食苦就是食补，对无？这句话伫信仰讲会过无？讲会过呢。食苦就是食补。那安尼，我嘛要讲有挑战，咱较会当得胜的一个机会啦。昨牧师无用了，拄好拍开电视在看棒球比赛我最爱看棒球比赛总有2队咱台湾的真特别上场的时阵是3-1，上场的时阵3-1这个1分呢，就是后半场9下，因佫有机会通去拍，最后一个3个人，若是2个人40剩1个人，剩一房尔，对无？我就真好奇就伫遐看，到底是安怎？9下呢，3-1呢，起来拍，一个人。无小心阵去讲一句安打，等下，搁看，一个互接杀了，一个搁讲一句安打，结果咧，结果有一个走转来有一个走转来，是讲3-1嘛安尼1分尔对无？应该差不多吧，无小心讲，一个讲一句全垒打，阳春全垒打，安尼9下阵3-3平分安尼即摆时尚的时阵这队有方法。1-2垒的时阵一个短打，做种牺牲打，所以2-3垒比较有人对无所以因伫时尚的时阵。最后得1分呢？安尼赢无？应该爱赢，敢毋是嘛？对无？会要得1分有容易无？9局较得1分3分的对无？第10局得1分应该是会赢我得去看落去。10下，10下安尼到底是要安怎拍因嘛是2赢的1-2垒用的时阵，搁一个短打所以。当然，迄个就牺牲打，就2个人死剩1个人尔。是讲
伊若无安答，就结束啊，敢毋是？吼啊，虽然3、4类有人安尼，起来想讲，敢有可能安答？最后一个都毋知到底谁赢，对无？吼，伊若下半场攻击的人，若是第3个出局，安尼当然是上半场迄队赢嘛，地主队赢嘛，对无？吼，迄敢是毋是？哦，伊是客队啦，吼，因为最后讲的应该就是开始地主队安尼吼，起来了个最后3、4垒有人2人出局呢，第1个球入来，哇，好球；第2球入来歹球；第3球入来搁歹球，哇，第4球看起来是歹球，煞阵啊，互伊悬啊拍一支，才阵啊安打呢，才无张地走2个转啊安尼，谁赢？哦，地主队的赢安尼吼。我想讲，奇怪吼，应该9上应该差不多。看是客队应该是赢，较会无想讲即个变化安尼。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内面，其实是足济咱料想袂到的事实，敢毋是？若是安尼，咱要安怎讲？咱会当，咱是得胜几个人组的，吼，咱是得胜的迄方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需要去努力的。所以，若无有挑战，咱就毋知影啥物叫做输，啥物叫做赢。若无有挑战，咱就无法度去体会到底我的信仰有法度支持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一生无。总是因为有挑战来，就是一个考验。阿门。总是伫考验内面，咱爱深信，毋是我靠家己赢，是耶稣基督已经赢，所以我靠伊就的确赢。阿门。这就是咱基督徒的生活必须要有的哦。这诗经就甲咱讲，有一条河，这个河的分叉，互上帝的城欢喜。我就真好奇，这条河是啥物河吼？因为这描写的是耶路撒冷啊，犹大国的这个首都就是耶路撒冷，敢毋是嘛？耶路撒冷，我想讲，伫山顶呢，较有河过，无拢无河哦。足特别咯，哇！圣殿伫顶面，台北的城伫遮，所以耶路撒冷大概就是安尼。后来看有一个足特别的，就是伫即个城墙的东边有一个水泉，叫基粉水泉。即个基粉水泉真特别，伊冲出来的水泉是每一日拢一直冲的哦。要讲哇，夏天热天都无出来，毋是哦。真济伫伊的边仔有一条河，迄条河常常到热天的时阵，就拢高大。总是即个水泉一直冲。所以呢，有一条水道叫做希西家水道。原来即个水道就是希西家王伊所开垦的哦。伫伊做王任来时阵，伊将即个水泉。用一个水道引入来到底，引入来叫做西罗阿迪啦。咱就知影对无？耶稣伫遐为着人来医治对无？西罗阿迪的所在。伊开这个水道，这个隧道差不多悬2公尺，意思讲人用骑行无问题吼。即马去观光拢有行这条水道哦。长500几公尺，伊的水拢逐日拢无停的哦，足清的哦，足清的水差不多水拢到伫即个骹头下面安尼尔，所以水足清凉的，足清的所以就供应所有伫耶路撒冷城这些百姓的需要，真特别咯。所以圣经安尼在记载，有特别伫。列王记下卷20章20节，在讲希西家王其有的事，甲伊的勇士，伊怎样乌迪乌库拉引水入城，拢写伫犹大列国的记上，特别咯，列王的记上哦，兄弟姊妹所以咱看见上帝真特别怜悯，伊嘛，互咱透过即个耶路撒冷，上帝怎样攻击伊。
会当互咱去体会了解。嘛，对于安尼，咱会当看见诗人在讲什么？讲这条河就是上顶上帝的同在，也上顶圣神的临在，灌压伫境内，较无伊个人的顶面。也伫咱的教会中间，咱嘛倚靠圣神来行事，对无？伫你的家庭，你嘛倚靠圣神来启发咱明白上帝的心意。兄弟姊妹，这就是伫遮在甲咱讲的，讲上帝若伫这个中间，城就袂抵到摇动。所以咱知耶路撒冷是上帝所建造、所掌管、上帝所祝福的。现今的耶路撒冷伫倒位？就是伫教会。阿门。新的耶路撒冷，咱嘛是属上帝所建造的，所以咱就知影上帝临在伫咱中间，咱的教会就袂摇错。阿门。兄弟姊妹，这是咱所相信的，因为诗人甲咱讲，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避难所。兄弟姊妹，这就是到底新约在讲以马内利的上帝，就是甲咱同在的上帝的实现。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亲信帮助咱哦。咱做伙来讲，来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来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哇，对，我细汉在写批，最后拢爱写安尼，对无？以马内利，周信荣，对不对？对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这是咱所深信的一件代志。搁过来，最后咱来看，诗人就直接呼吁众人，特别对于还未认捌耶和华上帝的人，甲因呼吁讲：恁来看什么？来看上帝的作为哦，看上帝怎样互地旁来停止这刀兵到地极，伊压支枪压支弓将战车烧伫火中。这在甲咱讲一件代志，亲像在形容希西家王上帝怎样帮助伊会当打败亚述帝国哦。真清楚，伫咱遮会当看见。所以咱若看圣经就了解，列王记下卷内面有记载哦。记载希西家王伊做王第14年的时阵呐，这个亚述帝国的王就是西拿基利带大兵然后去包围耶路撒冷城。而且呢，这个王呢，亚述王佫写书信互犹大王希西家讲，你着爱安那认输啦，认输伊立一个招降书，爱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爱安那降服伫伊的官兵军队的下面希西家王摕着这个招降书了后，伊就安那戆影，然后就入去圣殿跪落来，祈求耶和华上帝。伫迄搭遐流目屎，讲耶和华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拯救我。我是要安怎？我是要为着要保守我的百姓无受残害来投降吗？还是上帝你的心意伫倒落？咱看耶和华上帝听伊的祈祷，就差派以赛亚去到伫伊遐来吩咐上帝所吩咐伊的。伊安慰希西家，也有言上帝要安那要处罚亚述帝国哦。哇，真特别咯！所以当以赛亚去甲王讲这件代志了，迄暗天使就降落瘟疫伫这救赎的这个营中，所以亚述帝国的这大军拢因为瘟疫，哇，迄暗死185000人，哇，真特别咯！所以透早亚述王就安那主动退兵，等于到伫伊的国家。咱看希西家王，伊无当一兵一卒，就伫遐来享受战争的一个得胜。兄弟姊妹，这就是这个诗篇的背后所写的这个故事，会当互咱体会了解。所以圣经就甲咱讲，若是中文伊讲，恁着爱休困，
也是咱拄仔讲的，恁着爱安静静静，恁着爱静静，恁着爱知我是上帝，我伫外邦中要受尊重，遍地也要得到尊重。所以兄弟姊妹，在基督徒的咱一定爱有一个认知，也是讲你爱有一个清楚。伫愈危急的时阵，正做基督徒的你我，因为有上帝当靠，所以愈危急，咱愈爱安静。愈危急，无论什么处境地动搁较大，咱无国国从，毋是，咱愈爱安静，愈爱安静。伫安静内面，上帝就赏赐咱智慧，上帝就互咱知影，咱要安怎面对，无论是山崩地摇，也是讲有人生对咱有人对咱的攻击，是有对教会、对家庭的挑战。愈危急的时阵，咱就爱愈安静。阿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因为咱安静，就是咱会当晓得上帝的大实果下，得到伊的保护，嘛要得到智慧来看。上帝为着咱征战，阿门。因为上帝的确是得胜，那靠着伊的人，咱嘛要讲咱绝对是得胜的。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因为对上帝有信，所以咱会当安静听候。对上帝有信，所以咱会当安静听候。伫最近牧师拢有接到咱的会友一寡。家庭的变故，也是讲面对着一寡的艰难破病，总是伫关怀中间，我常常会听见就是啥物，讲感谢主，加再阁有上帝通去倚靠。兄弟姊妹，若是伫这变故、这挑战、这困境内面，阁会当用安尼讲感谢主。加在个上帝通去倚靠，安尼咱就知伊的信心是坚定的。阿门。牧师嘛得到真大的鼓励呢。哇，无容易哦。若毋是有主通靠，可能即摆伊哭哭总毋知要安怎呢。总是伊讲感谢主，互即个代志万几年来发生，所以我即摆会当真安静，我会当真有智慧来面对。哇，这是。上帝所欢喜的，这也是上帝伫咱中间所做奇妙的事。所以上帝总是甲咱同在，上帝总有伊特别的安排。你相信无？阿门。兄弟姊妹，这是你我所相信。咱若是安尼相信，咱就是亲像诗人所讲的：讲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避难所。这是咱所深信的一件代志，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看马丁路德改革家宗教改革家，我有讲，伊写一个，当伊的朋友莫兰顿，哇，伫这个改革的过程真失望的时阵，失志的时阵，伊常常爱莫兰顿甲伊做伙唱诗篇46篇。然后伊嘛会甲莫兰顿讲一句话，讲啥？讲咱若被消灭啦，基督的确甲咱小共倒落去啦。伊讲这句是啥物？讲因为咱是倚靠上帝，基督一定甲咱同在，所以即使咱若是真正是倒落去啊，表示啥？表示咱所相信的基督嘛倒落去啊，因为咱是信靠伊的，毋是吗？咱是靠着伊的啊。咱来倒伊，就是表示伊先倒，毋是吗？伊在讲这件代志是啥物？更较重要，在甲咱讲，基督会倒无？基督是袂倒的啊，是得胜的啊！伊赢过死亡的关系呢。伊即摆坐伫上帝的正边，掌管一切，敢毋是？咱若是相信基督袂倒，那安尼，咱倚靠伊的人，咱永远是袂倒去的。伊嘛讲。咱的教会是永远袂倒去的。哇！这甲伊的朋友安尼宣告，然后咱看见到现在，路德马丁的宗教改革了，
新教会产生到现在，咱看对世界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是超过路德马丁所会当想象的一件代志。兄弟姊妹，这是伫历史内面咱会当看见的。所以上帝为着咱备办的任何的处境，拢有伊特别的心意的同在。也伊的心意就是要咱要建立一个无摇动的信心，互咱知影，咱是有主通倚靠的，咱是有主通倚靠的。阿门。咱做伙来讲，我有无摇动的信心来。阿门。咱有无摇动的信心，所以咱徛伫在，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处境，咱有主通倚靠。即使咱若无这位信仰，咱敢知影？咱面对着这个艰难困苦病痛的时阵，咱会哭哭状，咱会哭哭状，咱会可能亲像其他宗教的人，拜细仙的王爷讲无够，爱拜大仙的有无？对南甲北拢爱去拜，惊对一尊拜无着。总是咱所信的是真个活的上帝，咱若深信，咱是属于伊的，咱是伊国度的百姓。那安尼，伊予咱的是无摇动的国。阿门。所以咱就爱建立一个无摇动的信心。互咱面对着这个，拢因为经历这个挑战困境，拢会当真做美好的见证，互人知咱所信的是真个活的上帝。阿门。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有这款深深的体会。来，咱做伙来读诗篇46篇第1节来。上帝是阮逃闪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过来。上帝是阮逃闪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咱甲背起来哦。上帝是阮逃闪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是愿上帝帮助咱伫信的内面。咱愈来愈勇敢，咱的灵魂体拢因为有主通靠，大家拢是喜乐，是平安，是充满快乐的。阿门。互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逆灵的恩赐，有无？心灵的喜乐就帮助咱，是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充满喜乐的。遐忧愁的，遐不安的。遐对未来无把握的，我拢奉耶稣基督的名斩除，因为上帝要互咱遮的。上帝伊是享受稳定满满的上帝，无加添任何的灾害哦。所以若是有灾害，拢毋是上帝备办互咱的，总是咱知，拢透过遮的，互咱会当更较倚近上帝，更较有信心。有一个无摇动的信心来享受上帝为着咱备办一切的丰盛。阿门。这时阵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好，来，咱来吟这条诗歌。心肝有福气，因为要看见上帝，我要多多找求你，我主应单纯。相信你我，你
相信你的恩，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你天白云高飞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你天白云高飞无停。来，你讲前去心肝有福气，因为要看见上帝。我要多多追求你，我主。以单纯的心，相信你的恩，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你天白云高飞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那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你天白云高飞无停。牧师在写这个诗的时阵，就是有去体会要安怎伫灵内面甲天父的交配。我相信上帝一切的丰富，拢是为着伊所听的囝儿所备办的。我嘛相信，当咱愿意甲基督那结连透过伊进入到伫天父的花园内面，咱就会当去经历伊的医治甲赦免。所以今日早起，我想要特别感动，你若有愿意，甲主讲主啊，伫我的身躯内面有软弱、有病痛、有不安，伫灵魂体内面有缺陷、有不足，总是既然你应允，你是永远甲阮同在的上帝，愿一切的好处拢不在你以外。我今仔日就要宣告，我的性命拢归属于上帝，我的性命是上帝所掌管。上帝要将一切恩典、医治、安慰，拢要赐落伫我的性命中间。你若有这款的深信，你愿意甲主讲，牧师要爱你，开声来祈祷，将家己本身需要的，用你的嘴来宣告出来。交代予咱的天父上帝，伊是听你的，伊是大有能力的，伊即马就在听你的祈祷，伊嘛要应允你所求的，好不好？咱讲主啊主啊，三声了，咱开声来祈祷来，主啊主啊主啊，是主，我感谢你，多谢你，因为你永远甲阮同在，你应允任何的处境，阮拢会当亲捌经历你的同在，所以阮相信。你的宝座坐伫这个所在设立，你坐伫宝座顶，看你正囝儿、查某囝的敬拜。这时阵，我要宣告，上帝，你是阮性命的主，阮的一切拢伫你的手中，求你的丰盛的恩典收拾伫阮的中间，阮兄姊妹囡仔开嘴，将因所求、所望的拢交托伫你面前。主求你就听因的祈祷，就伫这个时阵来成就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你的鼓励、你的祝福。
这个中间，多谢你，你是阮头所通我去的上帝，多谢你听阮的祈祷，主阮感谢了你，会早起阮伫遮敬拜伫你的面前，阮相信你欢喜感纳，阮的心志若不足的，求你加添阮，互阮的信心若加添，通领受主你为着阮备办一切的一切。多谢你，阮已经摆列阮的所求伫你面前，你应允，阮若奉你的名，两三人一只会祈祷，你就要成，你就要为着阮拍门，你就要应允阮所求的。所以阮深信，阮所求的你感纳，阮用全然的信心相信你已经成这事。多谢你听阮的祈祷。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奉献的经文记载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19节，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伫咱生活的社会，自细汉就教导咱，只要过好家己，是一个充满自私教育的社会。不过，耶稣教导咱，唔通自私自利，唔通孝顺空名，爱彼此谦让，看别人比家己高明，唔通干那顾家己，也一定爱关心别人的利益。因为当咱为别人付出奉献的时，丰富的上帝就会补足咱一切的欠缺。我伫同一间公司工作33年，这几年因为科技的演变，所以我的公司营业额一年也比一年少。当然，我的年收入自然一年比一年歹。不过，回头看，上帝伫我工作的过程中，充满祝福的恩典，因为伊予一个无读大学的囡仔，伫33当进前就找到一个固定主日会当休困，会当来教会做礼拜的工课。丰富的上帝，阁赏赐我一个美丽欠卡的太太，帮助我经营幸福的家庭，阁予我2个成熟阁捌代志的囡仔。因即马伫经济顶面也拢独立自主啊。上帝伫我经济上需要的时，伊的供应，予我无欠缺，所以我才会当伫咱的教会参与各种的聚会活动，甲伫服侍当中来学习成长。即马的我拥有健康、乐观、智慧、疼人的热情，这个拢是上帝赏赐予我的丰富资产。所以奉献是感谢上帝赏赐予咱这个人有信心甲爱心。咱奉献也是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证，念起领受我命全完，诚心感化，加添几人，无
工，事工分享，请牧师。咱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安那，你来遮。OK， 交棒。好，咱大先先来看咱即礼拜的导读的主题是敬畏上帝。咱引言咱做用华语来读一解。来，敬畏神是我们透过敬拜、爱与顺服来表现对他的崇敬。敬畏神使我们有智慧和知识。阿们。好，咱伫即礼拜的拜3到拜6的时间，即几工咧，咱儿童甲青少年做伙举办一个影会，叫做《我是航海王》，所以咱有一个影片，咱做来看。朝梦想出发，美好的一天，心情很阳光，快乐的起航，跟目的要出发，音符跳跃，听不住的欢唱，啦啦啦啦啦啦啦。美好的一天，心情很阳光，快乐的起航，回来了，知道就是那个生在这里的孩子很辛苦啊。中间总共有14位的学员，有国小6年毕业生，甲国3的国中3年的毕业生做伙来参与，嘛欢迎因会当继续来到咱青少年来受咱的装备。嘛感谢主，咱将扑克声献给咱的主，因为伫即个影会中间，因有真好的领袖。好，过来是咱移动牧区的7月的一个影会，咱做伙来看。即摆已经有43名的儿童来报名，所以咱阁会当继续来报名，嘛会当来邀请咱厝边隔壁的囡仔做伙来参与。我怎么了？我不我了。献上神感恩，因他深爱。Belongs to you. Time for first. Time for first. I love my family. I love my family. 唯有你配得，耶稣，我要高举你生命。我高举你生命。所以伫这影会中间，除了学圣经之外，阁有学英文，还阁有学要安怎做家事，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会。所以咱若有认捌，咱厝边隔壁的一个囡仔，嘛会当邀请因做伙来参与。好，过来伫咱的 QT 灵修班会当开始来登记，所以咱每一个月的第1周的主日会当来登记过，会当来甲咱的慧华干事来登记。好，过来。7月撼动星球预言服饰，在东港恰伫其他日会当来交咱的作业。过来是后礼拜了后，伫富堂要召开咱的中集会嘛，邀请咱所有的小组长会当来出席。
咱永光的培育学校会伫9月要来开课，会当来咱的名家干事来报名，咱才时间会当家己来看嘛。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报名，会当做伙来经历生命的更新，阿免吗？阿免。咱要来恭喜咱的国宾长老，伊选到台北中会的中委长老，所以咱嘛会当继续来为咱的长老来祈祷，互伊的服侍，佮伊的身躯拢会当健康，咱会当继续来替伊代祷。再来是咱油州树凤姊妹的告别礼拜，定伫7月5号的透早10点，来伫二滨要来举行。今仔日礼拜了后，咱的诗班要来练为诗，咱做伙用服侍、用诗歌来安慰因的家属。10点半哦，好，10点半，时间是10点半。好，那么鼓励咱的兄弟会当继续来用咱的使用咱的教会的网站，会当来介绍亲戚朋友，做伙来认捌咱的教会。好，这时请咱大家人起立，咱做伙来彼此请安，咱用这首诗歌。愿上帝开恁的目睭，会当看见伊时刻的同在，透过圣神的感动，互恁明白伊是丰富的上帝，伊是安慰医治的上帝，也互恁生活活出喜乐、平安甲美好的见证。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